特朗普派美軍去活捉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夫婦啊，就已經差唔多1個禮拜啦。投資市場個反應就開始浮現啦。當委內瑞拉表示將會移交5000萬桶原油俾美國之後啦，油價就應聲下跌嘅。同時間啦，你有冇留意喺外匯市場啦，同油價息息相關嘅加拿大元其實已經連跌9日啦。喺新局勢底下，到底啲咩原因咧觸發加拿大元有一個弱勢呢？加拿大會唔會成為一個新嘅被追擊嘅目標呢？我今日就會用一個教學片嘅形式去先討論翻加拿大元個定位嘅。咁之後第2部分就會講下成個委內瑞拉事態發展咧對投資市場有咩啟示嘅。我亦都會講下我對美元嘅一啲觀點啦。大家好，我係外匯策略嘅 Ken 啊。我喺企業及投資銀行裏面從事咗外匯分析工作10幾年，每個禮拜我都會呢個頻道講下財經嘅。上一個教學片咧就喺年底出嘅，討論咗澳元嘅一啲定位同埋個基本知識啦，反應都唔錯嘅。今次又決定再接再厲啊，用委內瑞拉事件作為一個切入點，去講下加拿大元嘅一啲背景啦。如果觀眾係好熟悉加拿大元嘅，又或者係加拿大居民啦，我可以直接去到 Part 2啦。Part 2啦，我就會講下委內瑞拉事件發展對成個環球投資市場有啲咩啟示，特別就係話加拿大元同埋美元嘅觀點。我哋先講第一部分啦，講一講加拿大元嘅一啲基本背景啦。加拿大元就係 G7 貨幣對3大商品貨幣之一啊。其餘就係澳洲同埋紐西蘭紙啦。如果大家想睇翻呢啲商品貨幣嘅背景亦都可以睇翻我上一條片。加拿大呢個國家就天然資源豐富啦，主力就出口能源嘅。其中礦物燃料啦就佔呢個出口26%。由於商品週期啦，同埋話環球個經濟週期都息息相關啦，同步上落啊。所以當經濟好嘅時候，呢啲商品貨幣通常就會走強嘅。外貿方面就非常依賴美國嘅。美國可以話半壟斷加拿大嘅出口啦，個佔比有成77%咁多嘅。點解佢哋嘅經貿關係咁密切呢？除咗地理位置非常相近之外啦，兩個亦都早喺90年代啦已經簽署咗一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啊。2020年7月啦，特朗普更加喺首任期裏面簽署咗美墨加貿易協定 USMCA 啦。根據加拿大央行估計有超過95% 嘅美加產品就實施咗零關稅嘅。呢個貿易協議都非常之緊要啦，因為都令到加拿大啦喺特朗普關稅政策底下，有好多產品都被豁免咗佢嘅關稅政策。市場非常之睇重呢個美加嘅貿易關係啊。因為特朗普啱啱上任嘅時候啦，就話對加拿大實施一系列嘅關稅啦，導致加拿大元就一度急跌到去1.48水平啊，係22年以來一個最低水平啦。後來啦，特朗普就宣布喺美墨加貿易協議框架底下啦，大部分嘅加拿大進口產品就豁免咗關稅，先令到加拿大元就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喺今年7月啦，美國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啦，亦都會重新去檢討翻呢個美墨加貿易協議啦。個協議談判都幾關鍵嘅。如果傾得埋嘅話啦，就會延長翻個協議16年。如果傾唔埋嘅話，就會講下未來10年呢個貿易協議點樣進展啦。甚至話10年之後啦，有機會會取消翻呢啲貿易協議嘅。總體上咧，美國同加拿大個地理位置係相當接近啦。直頭組成咗一個北美嘅經濟體，所以佢哋個經濟週期應該都係幾一致下嘅。美國同加拿大元呢個貨幣對啦，其實佢哋就應該處於比較平價水平。但係近10年啦，美國嘅經濟走勢相當之強勁啊，基本上都冇乜話有啲咩經濟衰退風險啊。通脹風險亦都比較明顯啦，導致美國要喺疫情之後啦，去加息嘅速度都快過加拿大。減息速度你都見到，其實話就話已經減息，但係每年都係減2至3次左右啦。所以啦，導致美國個利率其實又持續高過加拿大元。有一啲套利交易嘅機會出現啦。美元對加拿大元啦，都處於一個比較偏高嘅水平。總結一下啦，加拿大就非常之依賴呢個能源出口啦。所以同油價啦嚟講啦，都叫息息相關。當油價下跌嘅時候，其實都會拖累翻加拿大元嘅。美國同加拿大個關係亦都非常之密切啦。所以當特朗普上任之後啦，同加拿大個友好關係有一個逆轉啊。其實對加拿
拿大元個打擊都比較大嘅，特別就係話佢哋都已經習慣咗咁耐一個零關稅嘅政策啦。如果特朗普執意都要對加拿大去實施一個大額嘅關稅咧，對加拿大個經濟嚟講影響會相當之大嘅。咁我諗最後一點就係睇翻聯儲局啦，對加拿大央行利率嗰個差距走勢係點樣走啦。咁暫時咧美元個利率都持續高過加拿大元，咁導致美元對加拿大元都係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咁第二部分啦，我就講下委內瑞拉最新嘅事態發展對投資市場有啲咩啟示。依家咧委內瑞拉國內嘅發展其實就冇咩突破嘅，咁因為總統馬杜羅夫婦都已經被美軍活捉啦，而家亦都移交咗去美國嗰邊受審啊！你話佢可以翻去原本個國家拎翻個權力啦，機會係微乎其微嘅。原本嘅副總統羅德格利斯啦，就宣誓成為臨時總統啦。咁佢同石油企業嘅關係密切嘅，佢本身都係石油部長嘅。咁佢依家咧個態度其實就倒向咗美國特朗普嗰邊啦。咁中斷咗中國同埋俄羅斯喺委內瑞拉嘅合作。咁我哋先講委內瑞拉事件對油價個影響啦。咁起初啦，油價其實對委內瑞拉事件個反應唔係話太大嘅。咁直至特朗普宣布委內瑞拉將會向美國移交5000萬桶原油啦，個油價先應聲下跌。因為其實5000萬桶原油個數量話多唔多，其實話少亦都唔少啊。因為而家每日全球嘅產油量就大概有1億桶啦，5000萬桶其實都係全球產油量嘅一半啦。咁美國表明就話會喺市場拋售呢啲委內瑞拉原油啦。咁其實短期嚟講都會對油價帶嚟一啲衝擊嘅，但係中長線嚟講咧，對全球原油嘅供應啦個影響就未必話太大啦。因為而家委內瑞拉原油嘅產量就大概係全球產量嘅1%啦。咁由於委內瑞拉本身個產油設施其實都好老舊啊，咁日久失修啦，重新開發翻委內瑞拉呢啲原油設施嘅話，需要大量時間同埋投資啊。咁最新特朗普就話美國嘅油企啦會喺當地投資1000億美元啦。咁顯然如果要重新投資翻去委內瑞拉嘅油田去谷高翻佢哋嘅產量嘅話，係需要花大量金錢同埋時間嘅。咁中長遠嚟講對油價供應會有影響啊，但係對短線影響嘅話，我覺得唔會話太大。咁我覺得更加重要一點就唔好話淨係齋睇委內瑞拉對個原油供應有啲咩影響，反而要留意翻美國嘅外交政策而家正處於一個重大嘅變動。咁好多分析都講委內瑞拉嘅事件顯示咗美國正在實施新特朗普門羅主義啊。咁如果要睇翻門羅主義係啲咩，可以睇翻我上一條片。咁其實而家特朗普嘅政策都唔叫話新鮮啦，無論話關稅門羅主義都係一啲歷史悠久，以前美國總統實施落嚟嘅一啲政策嚟嘅。咁頭先提到門羅主義嘅復興啦，咁除咗美洲以外啦，大家而家都更加認真去看待佢對其他領土嘅一啲野心。咁佢之前提過話美國必須要拿下格陵蘭呢笪地方啦。咁格陵蘭呢笪地方啦，英文雖然就叫 Greenland 啦，咁不過其實佢係一個鳥不生蛋嘅地方嚟嘅，地理位置就偏向近北極啦。咁係丹麥嘅一個領土本身就冇乜人注意嘅。咁不過因為全球暖化導致北極融冰啦，而家北極嘅航道其實又重新開啟咗嘅。咁你睇翻新聞啦，上年其實中國都開闢咗呢個北極航道咁有啲中國商船就經過呢個北極航道啦，將啲產品運到去歐洲嗰邊，咁時間就快好多嘅。咁我諗特朗普都見到，如果佢真係喺格陵蘭嗰邊拎唔到影響力嘅話，咁遲早中俄方面其實都會喺呢啲北極航道裡面滲透啊。咁所以格陵蘭而家對全球嚟講都有一個戰略性嘅重要作用啊。咁加上格陵蘭其實個天然資源都好豐富嘅，咁特別就話佢稀土嘅蘊藏量都好多啦。依家美國其實都好留意翻點樣去拎翻多啲稀土嘅儲存量，因為特別中國啦都將稀土嘅出口啦武器化啦，實施一個稀土出口限制啦，拎更加多嘅稀土供應同埋話天然資源嚟講啦，對美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格陵蘭呢個島啦，其實都提供足夠嘅經濟同埋戰略誘因去俾特朗普去實施佢嗰個野心擴張嘅。咁現時特朗普意志堅定嘅喎，咁佢都拋出咗幾個方案啦，會包括就會唔會向丹麥嗰邊去購買呢個領土啦，亦都可能會推動翻當地人民嘅自決啊。
咁我諗最下策啦，就會係派兵控制翻格陵蘭嘅一啲戰略據點啦。不過問題就係話，而家丹麥啦就話格陵蘭係一個非賣品啦，咁堅決反對嘅。而丹麥咧又係北約嘅一個成員國啦。如果美國要夾硬嚟要強搶翻格陵蘭嘅話，咁美國同北約打交嘅話，其實歐美嘅關係就面臨一個重大嘅挑戰嘅。咁對另外啲歐洲貨幣嚟講，我覺得影響都一定喺度嘅。咁市場亦都重新評估翻特朗普會唔會採取更加多嘅措施咧，要求加拿大去加入美國成為第51個州啊。咁我哋最後講下啦，對外匯市場又有啲咩啟示咧？咁首先去翻條題啦，咁究竟加拿大元會唔會成為一個追擊目標咧？咁我覺得追擊目標又唔一定嘅，但係就似乎都真係偏向弱勢啦。咁因為首先咧，而家無論中長遠或者短線嚟講，我覺得委內瑞拉事件咧對油價其實點都會有一個下跌嘅影響嘅。咁現時咧，因為大家對今年全球經濟狀況又唔係話即係咁睇好啦，你見到個油價其實都反覆下跌咗。咁如果當美國嘅原油跌穿每桶55蚊嘅話，亦都會拖累翻加拿大元嘅走勢。咁況且咧，我覺得特朗普都樂於見到個油價持續下跌嘅，因為今年11月美國就會舉行中期嘅選舉啦，通脹仍然都係一個重大議題啊。如果個油價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跌幅啦，我諗對壓制翻個通脹壓力同埋話對共和黨嘅選情嚟講啦，都會有幫助嘅。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唔可以排除特朗普會有更加多嘅手段啦，從委內瑞拉手上啦去拎更加多嘅原油儲備啦，再喺個市場拋售啊，咁可以短時間之內推低翻個油價，去壓低翻個通脹風險。咁呢方面嘅情況，我覺得都要值得留意嘅。咁另外啦，即係特朗普會唔會採取更加多嘅措施去迫使加拿大加入美國啊？又或者喺個貿易談判協議上面啦，重新去講一啲條件嘅話，咁而家咧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其實都真係唔係咁啱傾嘅啫，同以往個友好關係個分別都比較大嘅。咁所以如果個關係進一步惡化嘅話啦，我覺得對加拿大元個影響都比較大嘅。咁第二點咧，我覺得亦都要留意特朗普喺執政嘅第2年會唔會從貿易戰呢個焦點啦轉移到去進行一啲軍事嘅行動啦。咁而家見到啦，特朗普嘅外交政策正處於一個重大嘅變更，後續嘅影響會好深遠嘅。咁我覺得市場會更加關注翻地緣政治風險嘅發展啦。而家啦，特朗普似乎就意志都比較堅定啦，就唔再退縮啦。而家都冇乜人再講話咩 tackle trade 呢樣嘢啦。我諗而家市場上面亦都會調整翻對特朗普政策嘅一個態度啦。咁其實而家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啦，我諗最直接嘅對沖就係買黃金啦。所以你見到個金價啦，其實都反覆上升翻嘅。咁似乎啦，持有黃金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市場對美金嗰個走勢啦，就睇法唔係幾一致嘅。咁有啲分析就講啦，特朗普嘅舉動啦，會觸動到一啲對美國非友好國家嘅神經啦，會加快翻佢去美元資產嘅策略啦，導致美元有一方面嘅沽售啦。大家個市況似乎又唔係咁樣，因為你見到美金啦就有一個反覆上升嘅。咁我覺得地緣政治風險啦，同埋話避險嘅因素啦，其實會短暫推高翻個美金嘅。因為今年啦，我覺得亦都會注視翻個風險，會唔會從一個只係貿易戰嘅層面啊，轉移到去一個熱戰嘅層面啊？咁美國作為全球軍力最強大嘅國家啦，當真係爆發戰爭嘅時候，我覺得你去買翻啲美金作為一個短暫對沖啦，我覺得係相當之合理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格陵蘭嘅事件係需要關注嘅。咁因為格陵蘭其實係丹麥嘅領土啦，而丹麥又係北約嘅成員國啦。咁當美國要向格陵蘭實施一個軍事措施嘅話啦，其實對北約呢個關係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咁歐洲啦，而家又有少少都係即係敢怒不敢言啦，對成個歐美關係個影響會點樣改變咧？其實會有好多不確定性嘅。咁所以覺得歐元啦，而家短期嚟講，你見到都偏向比較弱，可能都同市場對即係呢啲格陵蘭事件會唔會有一個重新嘅觀點有關嘅。咁當歐元下跌嘅話，因為佢其實歐元佔美匯指數嘅比重都近60%嘅，咁點都會推高翻個美金。咁關於今日影片嘅教學內容啦，如果大家想要翻少少總結，譬如話加拿大元嘅影響因素以及佢嘅基本定位啦，咁大家可以透過留言區置頂嘅連結，透過 WhatsApp 留言外匯策略，咁我哋會喺影片發布之後1到2個星期啦，將一份 PDF 嘅 notes 發翻俾大家。
咁有興趣嘅朋友，咁記住留意留言區置頂嘅連結啦。咁如果今日呢條片啊可以幫到你理解委內瑞拉事態發展對投資市場嘅影響啊，咁我而家誠意邀請你去 like 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